的时代伫你腹肚内，妈妈你是我的世界，自细汉以来伫我心肝内，妈妈你是我的最爱。会仔的时代伫你腹肚内，妈妈你是我的世界，自细汉以来伫我心肝内，妈妈你是我的最爱。时代伫你腹肚内，妈妈你是我的世界，自细汉以来伫我心肝内，妈妈你是我的最爱。
大哈。再来我了。再来这个是的是政务处长林明如林处长。张局长，欢迎你。再来继续介绍是咱这个个干部，干处长，干副处长 ，OK， 欢迎你。听到跟会李处长，再来处长，欢迎你。署长，咱的前团长，咱的委员，咱的新家长。再来咱台语文化的咱的议员吼，咱的民意代表咱这个中华县议会，欢迎。再来是咱嘛是咱的县议员蓝俊富，欢迎你。蓝俊富都有看到你。咱杨议员。OK， 再来是我非常敬重生日5周年，其实这是正人，大家共心做伙努力。有咱的政府，包括教育部、教育处，包括咱的文化部、文化局，咱的生活美学馆，咱的足侪教授、足侪专家、足侪乡镇长、民意代表，各间大学、全国的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大家人拢做伙有份伫遮，地方有足侪人，大家拢做伙关心，这是咱嘛有拍片的。导演把对专工对台北来吼，咱也甲伊拍一个拍啊吼，要新鲜。我拄仔嘛摕个这台语护照，查一下台湾护照真厉害吼。真感动吼，时间嘛过啊真紧吼，5年前吼蔡总统吼传出这个吼，5位首长甲2位大家遮开幕，真紧的时间5年对啊，医生就爱5年前9年吼，母亲节前夕我想着就有意义啦吼。我想对母亲节上大的这个祝福庆祝，就是咱在保存真好。时常看到民间安尼做，咱政府嘛小可感觉是歹势吼。这种民间大家出钱出力，做这个全国委员来议员的啦吼。中央政府到底做啥？最近这个杨志正甲周董事感谢好，OK， 谢谢。我今仔说，大家早安，大家好。5年前我甲市县长合作，把这营区吼，甲整理。我感觉真荣幸吼，5年来我第一遍转来吼，我感觉真歹势。我看到大家发展甲遮尔好吼，我心内嘛真感动吼。拄啊，史铁部长有咧讲我宜兰乡啦，无毋对，我宜兰囡仔，但是我咧彰化真有感情，我咧遮教书，我咧遮乡长，我咧遮做处长吼，所以即马教育界真侪人拢伫遮吼经营真好。3千就来讲话了吼，有需要有先生都爱出来讲话哦，有啦真感谢我拄啊吼，部长问讲我是为什么来吼？我想想阮公司派吼，家台英雄大条件、知识大条件、含笑食堂，我差不多80%吼，拢是拍咱母语的电视甲电影吼，个有星级鱼干鱼个有即个炸团圆，所以阮嘛是真希望讲会当用即个电视甲电影把咱的母语拢传出去安尼吼，真多谢，谢谢大家。
以动为镜。拄则即面路放落去时阵，你去互接受，你的心识去接受时阵，会产生一个单一的这种稳重动作声，打造出艺术品。带领大家进入到即个心灵的即个境界。最平静、最安心的
像你岁月花香，花香。若是迄天是我来担起你的事，就若是即马是你来完成你的要求。就是你有阿我也袂有讲，相信你是就是太有心，我是你嘛是看到最后一步，不是我早就在看过，在你是知道，我说来听你，挽留来想你，只要我会当作把你，我来过去。那是天高，是我来看见你的手段，不是今晚，是你来完成你的要求。那是天高，是我对爱情的声音，你将会等来最美的所在。但是你不是我的，讨厌要和我，我是会爱你是吧？好，笑欢迎。大江笑咪咪，认真学台语，台语世界上欢喜。大家好，今仔日我来讲的故事是新三只猪仔囝，猪仔囝，猪仔囝，食饱困，困饱食。愈来愈大只，上爱洗身躯，上爱人家听。嘿，恁听看麦，有听人咧发香，紧来走，香做心肝气啊！开始就要流行咯，若无紧走会害哦。三只听着一个风声，试着脚底抹油，紧身哦。走干那袂，夹本食咧家己厝，但是啊无啊咱讲走落去会讲离去咯。不过这三只猪仔囝走落来会讲，敢若想着家己。
厝内把因去一间厝，摊好赚大钱，有影真嗨哟！免一讲，大兄就先抓头皮，利用红绳啊，轻轻踩踩去一间厝，改好做落风落下，扫落来换几兄，伊用车口乱舞，咻一个，一时啊，就地球落风，跟车一台云霄飞车。要对小弟突然不顺利，就要开口伊用绳啊装着水当当的落雨的啊，因西下时啊，就直游落风身架嘎嘎滚，大兄，安怎安尼呢？游落风水架这么湿湿，哪会拢敢无人？是啊，若搁继续安尼等落去，咱早晚就爱准备吊命咯。啊，有啊，我有办法啦。起小动的大兄，竟然伫大门口踩一支扛棒，来伫写到礼拜落雨，唔免挂嘴啊，嘛无人做的限制哦。就安尼，一个会生的囡仔，就趁着人无水的时阵，偷偷啊走入去游乐风水架，唔知人。可较在有一个伫遮负责咧巡逻的大野狼，开始出来调查。哦，连一件囡仔拢无挂嘴安，搁伫遮咧跟党上做伙，也拢警察进手去，我甲恁警告，恁已经违法啦，安怎？咱准备查底挂油计算咯，等一下，300万的罚单摕去，哈？啥物？300万的罚单？那这下代志大条啊！一个，那好那到回转手机，伊也开关切落去，咻一声，应该就袂到无看影。家人警察时间处理的真功夫，甲三只仔仔俩开关，扫落来，一支大老鼠一嘴空气，硬是甲吞落去，就安尼，甲大兄迄间红砖仔厝，人家做跳跳，甲二兄用叉口做的喷小皮车。小弟用绳仔做的落裤尾啊，拢交废了了，就安尼，游乐风就变做卖地。经过拜假时，三只仔仔就唔敢落时的拍走，就了拍拍，若袂搁再学白想啊，因开始拄落洗手，照规定挂嘴啊，若袂搁车皮唔听话，三只仔仔等到厝乖乖伫厝好好读册，若袂搁拍走。新冠肺炎病毒爱注意，大家千万唔通去人济所在哦。阮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哇，这样的故事这么精彩呢！因为这种草莓，因为谁家一个好草地，草莓变来的家里，地上好一个地，可是那一个那。大家好，恁莫怪讲哦，我逐天伫遮咧斗涂骹，我是高骨力种的呢，我哦嘛足想要挑骹咧做手啦，若毋是阮迄个查某囝哦，迄个手紧啊哦，逐天甲我困到7晚8晚，我嘛免等遮逐天咧斗涂骹，斗甲伊累累啦，我实在是厌去啦。啊！我来放一下音乐来甲刺激一下。管他叫爱去扭吧，我就是唯我独尊的 A 咖，你就是会在吧？做人的心无咱就知影道理。阿母啊，这是放互狗听听的呢。哦，我是迄个古仔狗听的。哦。
吼，就是查某囝毋则着爱教，啊无吼，你若教袂会，后摆你若嫁出去吼，啊人拢怪我即个老母啊，拢无咧教啦。哦，你看啦，你看啦，啊无怪哦，你嫁袂出去啦。哎呦，那要嫁吼，我早就嫁出去啊啦。你当你赶甲我嫁啦，我甲你讲吼，公姑娘袂免嫁啦。哎呦，好实在哦。妈，这是啥物臭尾大的吼？啊，你先做啥啦？无啊，哦，你实在嘛无。我咧煮，哎，我咧煮啥？啊，我咧想袂起来呀。你家己看，你咧做啥？我咧煮鼎啦。啥物煮鼎？你咧做糜啦？有熟无？臭尾早搁咸豆火啊啦。哦，就甲你讲吼，叫你莫煮物件，你大概吼煮物件拢袂记得了，安尼足危险的呢。有一天吼，这间厝吼，然后你烧了，你家会甘愿？哪有啊？好啦，无啦，你大概嘛无。无啦，好啦。我吼，今仔日甲你传好早转来啦，吼，来，叫多食多胖吼，甲你豆我食。好啦，无袂来食，讲食。我要来做运动。Musical。之前灯芯跑，管他跳歪七扭八，我就是挥舞独尊的 A 咖，你就是会再把男子好大，咔咔的动子，跳针，叫我姐姐。安怎你啊，老早？哎呦，你哪会穿安尼咧？你袂惊寒哦？哦，这边哪会寒？观众朋友啊，今日天气有烧我无？寒哪会寒啊？啊是讲吼，你嘛真担心嘞。你家己一个查某囡仔啊，家己寒，照顾我这呢啊好势哦。无啦，是阮母啊吼，甲我照顾较济啦。这样就好，都是你有良心啦。好啦。你哦，食较饱的吼，啊，较真啊好食的，记得落身去哦。我知啦，逐摆拢嘛我咧说。我看恁母啊吼，最近头脑那甲愈来愈慢吼，对啊，伊即马吼愈来愈无头绪，亲像今仔早起哦，你吼咧讲要煮糜啦，啊煮到一下子吼，臭花当咸豆花，哇危险的哦。哎呦，安尼吼我看你吼，常常吼放一个看看。啊，若无有一天吼，伊若无老公，你就烦恼啊。哇，我嘛有咧想啊，不过吼，就毋知要怎做啊。恁两个吼，若讲无啥久的吼，天冤家哦。我跟你讲的啦，你会实在哦去参加我社会活动啦。啊，对，即摆有台语做的，你通出去。哦，嘿，台语读册话暗足无聊的。小妹妹阿姨。了解者。哦，哥哥。台语读册会有多元教学呀，请出兵我假爱听。什么是多元教学啊？读册会唔有老师教台语正音，也有唱台语歌来学台语，也有用绘本亲子教课。若讲故事，若学台语，像阿嬷最近都喊我做会读台语绘本，我的台语进步真多哟。啊，搁好亲子教课，啊，我也无听啊。你甲医婆嘛会使啊，医婆唔捌你，你会使念互医婆听，医婆会使随时教你台语，安尼恁的家姐才会变好，而且是一减二个，望来减四个。哎呦，真高，搁这高，属于愈来愈老哦。我等你再等。对了，刚刚阮台语读册会念一本小册册，有出6个绘本，是前馆长就陈玉周姐姐写的，写咱中华在地发生的故事，趣味个有意义。无今仔日，伊无做伙来读绘本学台语。多谢吼，唔管安怎啦，伊毋是讲要甲恁拄啊感情较好咧，你着去学台语啊。你台语若会讲会好势吼，甲恁拄啊感情就愈来愈好。好，我知影。拜西课。啊，你毋是讲迄个亲子共课1减2个，蒙哪减西课？所以吼，我决定吼要甲阿母吼做伙来西课咯。阿母来西课，阿母行哦，准备来西课。阿妈跟来说，阿妈，咱要搁去读绘本哦。唔是啦，哪一
爱洗裤。阿嬷你头残了，莫讲行啦，我讲知影。姑啊，来读绘本咯，各位来洗裤，你哋时间到啊。哦，大家哦，专人等嘛，等这个时阵。来，哦，要开始啊。好。台湾、中国、西海岸，你哪讲嘞？什么西？西伫清官哪来啦？西，西，啊就是你个阿西啊。你妈西啦？你阿西啦？妈西。好啦，继续啦。手机贴，像手机高的海草，什么像？那个像你顶那个像啊。哦，我咧大象、小象、那小飞象诶，是标用一点那个标吼，是吧？啊，阿两个带，手机贴，用手机高的海草。啊，无你就是讲哦，咱都是动物哦，也咪知，也咪知，啊，等下搁哪有好？有啊，你无看吼，遮有2只好爸母，你少食到2只啦。你啦，我讲你啦。你好爸母啦。小白白啦。啊，你比较好爸母，你讲你无。耶！好啊，有人来啦。哦，有人来，我来开门啦。阿春姐是你哦，来，你来坐。我看啊。我是外口吼，安尼笑甲安尼是讲专业的。哦，我这个是在你附近啦。哦，哎呀，天天欢喜哦。哎，就像我吼，讲家己讲出神的，啊是看哦，讲来吼胃口长啦。你个家己是安尼啦，下晡阿嬷话去买物件，甲我用家己讲，就互人出神。哎呀！主公的美食册，我很讨你看，家己是安尼啦。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你要不要回来？你要不要回来？阿孙女啊，你当然学家己吼，你会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歹吼。好话歹话啊，不能纯粹平常学白讲，知影无？知啦。哎呦，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讲台语啊，笑死人了，真的是老土。哼！我跟你讲的哦，今日条有情况，啊你别打，啊我先来走。嘿，你刚刚说什么来着？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我跟我先来走啊，先来走，这怎么可以呢？这不行的，什么不行？你自己说鲜奶罩的、啊，这伤风败俗，妨碍风化，弄死水啊！你以为你是网红啊？你在这里鲜奶罩，你不怕台下的观众都跑掉啦？我是讲我先来走，我先来走，啊你行来走，吓死人啦！那你讲国语就好了嘛。我喜欢那讲台语比赛。不是啊，你讲台语，这样人家会听不清楚，会误会的啊。啊，袂好，袂晓就爱学啊，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嘛。哎呦，这个台语啊，没水准，国语简单又好学，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国语啊，这太好学了啦。不要讲台语啊，没水准。这嘿吼，迄是你明白，咱台语外事业的存在，好听，真好听，弯弯格格唱大声，那有个活动的，咱即马吼台语原语配语吼，伊个发音定啊规定啊清楚，是你唔捌好。反正啊，你讲台语就是老土，没水准，根本跟我不搭嘎的。我吼是秀才拄着边武力讲袂清，我先来照。你又来先来照了？哎呦，你把我这个心脏病啊弄得我快要发了，我这个小心肝啊，你看不通，七上八下跳个不停的。哦，刚才哦，也会通啊，不通你就爱吼。那么你就BBQ。什么袂使讲家己，而且是老古节啊！歹势袂使讲老古节。对啊，这时阵就爱讲，请大声讲，咱两个做
会讲。老豆子，哎呦，说什么来着啦？听不懂的啦。细汉的时阵讲台语爱用笔，我爱用刮刀牌啊。甲即摆这个时代吼，讲台语啊，我爱用口水，我爱用欺负哦。讲对，所以咱就做伙来读课本学台语。爱母亲，讲母语，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声，感谢。心中无边。
要煞，不是我一时想要开，不是你对我无情的一时，心相逢你。对你的心，总嘛是永远无变换；对你的情，永远是藏在心肝。虽然孤单，我嘛是甘愿受拖磨，无你和我，拢是为了你啊。对你的心，总嘛是永远无变化；对你的情，永远是藏在心肝。虽然孤单，我嘛是甘愿受拖磨，无你和我，总拢是为了你啊。我要甲你人飘飘，因为听你半暝仔爬起来哭，甲你人爬心肝头，一对人生回到梦飘飘。我要甲你人飘飘，不免惊惊惊见笑。世事无人想袂了，需要一个应答头。我要甲你人飘飘，予我陪你手同调，分担你的忧，你的愁，甲你的闹，靠阮心事都无了了。我要甲你人飘飘，予你回影回过头，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我要甲你人飘飘，免惊惊惊见笑。世事无人想袂了，你需要一个应答头。我要甲你人飘飘，予我陪你手同调，分担你的忧，你的愁，甲你的闹，靠阮心事都无了了。我要甲你人飘飘，予你袂惊袂过头，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人安安。谢谢。咱今仔排拢是歌哦。
拄仔是阮的业务主任是张成伟主任吼，那过来这个是这个员工。经常是
咱定来办，但是毋是跟咱听因足够笑的笑，恁大家嘛拢足够笑，毋管笑好笑歹拢袂要紧，大家做伙来笑，敢好？好，敢好？好。用下晡时的时阵，咱树仔骹，咱就大家做伙来笑，啊，阮的歌谱甲音乐出来，啊，大家做伙来练习，敢好？好。我有听着，你就爱来哦。好，啊，咱即摆办活动，恁大家拢。
黄雅琴，谢谢谢谢。
谢谢。来。赞哦，袂歹，爱想细声，我早捌句。水哦，赞哦，袂歹哦，好，请坐落来。婴仔的时代，伫你巴肚内，妈妈，你是我的世界。自细汉以来，伫我心肝内，妈妈，你是我的最爱。细汉以来，伫我心肝内，妈妈你是我的最爱。婴仔的时代，伫你巴肚内。
亲，好吧？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大家请，让你那边的。